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4月26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22篇25节到31节，阿摩司书第8章11节到13节，使徒行传第8章第9节到25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无神。世界顶悬有真侪无神论的人，因拒绝相信这个世界有上帝，甚至有真侪人讲，真侪讲法讲上帝也是讲神明啦，是人捏造出来，就是人造神啦，吼。是啦，的确有真侪的情形是毋通。我都否认，伫历史中间有真侪造神运动，特别是伫遐个极权的国家甲世代，咱拢知影，伫但以理的时代，捌拄着需要拜王的金像也是偶像。罗马帝国的时期，皇帝也将家己升格做神囝啦吼，这个位格，所以要求人民着爱尊敬伊。现代亲像北韩的领袖以及中国的习近平，拢是安尼啦吼。因甲真实的无神论是佫无共款啦吼，因是造神啦吼。真正无神论相信大自然的力量，因无愿意相信有一位上帝咧掌管大自然。因袂去创造另外一个生命，但是通常拢家己掠做家己真拗。但是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这主题，其实是咧讲的是心中无神的人。通常这样的人拢是伫宗教信仰的下面，但是心内底无掠上帝做尊啦吼。所以上帝先知阿摩司伫阿摩司书第8章11节到13节，伊安尼讲着，伊讲至悬的上帝佮讲，看日子得要到，我要互饥荒临到这个所在。饥荒毋是因为无米通食，喙干毋是因为无水通啉，是因为无上主的话通听。因撞来撞去，对南到北，对东到西，四界去敲找上帝的话，毋久找拢无。伫迄日，连水的少女甲勇壮的少年人，拢会因为喙干来昏去。先知讲，以色列人毋是无米通食，无水通啉，是因为无有上帝的话，但是事实上并毋是无有上帝的话啦，那是人拒绝听上帝的话，就亲像遐个无神论者、极权的统治者，因看家己那亲像咧看做神，无将上帝当作一回事，并毋是无有上帝。也好，那亲像咱讲一个人伫某一个部分的能力真强，通常咱拢会用一个形容词讲：哦，你足神的呢。但是伫基督徒千万毋通袂记起咱的能力更较强，咱的地位更较悬，咱有更较大的权柄，咱拢总是人啦，毋是神。使徒行传第8章第9节到25节，记载着初代教会中间一个叫做西门的人，伊真有能力会当行邪术，但是呢，心中无神，只有利益。圣经安尼记载，有一个人名叫做西门，以前捌伫遐的城来行邪术。家己自夸做大，互撒玛利亚的人就惊奇怪，城内的人拢大细拢专心听叹伊讲，这个人有上帝的权能。
是人伫讲的大能者，因拢专心听叹伊，因为伊真久有用声术，互因着惊奇怪。不过因信腓力所传上帝国的福音，甲耶稣基督的名了后，男的女的拢接受洗礼，连西门本身嘛信。伊受洗礼以后，就甲腓力对调调。伊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，甲所做的大权能的奇事，感觉真着惊。耶路撒冷的使徒听到撒玛利亚人已经接受上帝的信息，就派彼得甲约翰去因遐。因落去就为着遐的信徒祈祷，互因通得着圣神。因为遐的信徒接受洗礼，归伫主耶稣的名，圣神还袂降伫因中间，以任何人。彼得甲约翰甲因还手，因就得着圣神。西门看到使徒还手的人拢得着圣神，就提钱互因讲，请你嘛将这个权能互我，互我所还手的人会当得着圣神。彼得对伊讲：你的钱甲你做伙去死吧！你敢想要用钱来买上帝的恩赐？这无你的份，甲你无关系，因为伫上帝的面前，你存心不良，所以着会解除去这个声念，祈求主互你的心内的意念会当得到赦免。我看到你心内充满贪心怨妒，受到罪恶的拘束。西门因讲，请你为着我对主祈求，互你所讲的代志袂临到我。彼得甲约翰做见证，宣讲主的信息，然后倒去伫耶路撒冷，然后伫撒玛利亚的真济庄社来传福音。其实伫顶乐教会的历史的中间，有一寡被改归免职的牧者或者是长老，通常拢是因为情色或者是甲金钱有关。基督徒伫教会要来服侍上帝，是要来迎神益人的，毋是要利用教会来探取家己的利益。其实咱的周围有真济这种心中无神，只有考虑家己自我利益的人。有人参与伫团体、特别是伫教会、中会，只有想要伫其中来利用关系、职权来探取利益。或者是为着家己来开班趁钱，心中毋是将服侍上帝摆做伫第一位。诗篇22篇25节到31节，我要伫大聚会中来称赞你的所做，我要伫敬畏上主的人面前写我的愿。善车的人会得到把祝，追求上主的人会称赞伊。愿恁的心永远有活气，地上所有的人拢会记得上主所做来归顺伊。世上万族拢会伫伊的面前敬拜，因为主权属伫上主，伊是万国的主宰。地上所有富贵的人会自执临者敬拜。连特别死、特别归途的人，拢会伫伊的面前跪拜，因为子孙会服侍伊，主的作为会传到因的后代。人对将来要出世的子民讲，主已经完成伊的拯救。恳求上帝帮助阮明白家己的呼召，愿意尊主最大。服侍用这个迎神益人做首要的目标，每日研读圣经上帝的话，
逐日军队主的带领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免。